破鏡重圓。此典故出自南朝陳朝年間，詳細記載於唐代孟啟的本事詩。陳朝太子舍人徐德言與妻子樂昌公主在面臨隋朝南下滅陳的戰亂時，預感兩人將被迫分離。為了他日能夠相見，徐德言將一面銅鏡剖分為二，夫妻各執一半，並約定日後離散，來年正月15在京城市場售賣半鏡，作為重逢的信號。陳朝滅亡後，樂昌公主被擄入隋朝權貴楊素府中，備受寵愛。徐德言則流落民間，直到次年正月15，徐德言在市集見到有人高價兜售半面銅鏡，並打聽出公主的下落，他便在鏡上題詩。公主見詩後悲痛不已，楊素知情後深受感動，於是派人護送徐德言與公主團聚。成語比喻夫妻離散或感情決裂後重新團圓和好。